来，您闻闻。啊，先拿开吧，先拿开吧。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嬷嬷免礼。娘娘可要节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里清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宫里想念亲人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所以啊，自然是清瘦了许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宫里饭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时候最喜欢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刚刚为娘娘做了些。啊，嬷嬷有心，只是本宫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老爷现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时候不开心，不肯吃饭，但凡闻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会胃口大开。娘娘，来，您闻闻。啊，先拿开吧，先拿开吧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闻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娘娘是不是现在嫌弃老奴了？来来。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了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的蹊跷，后宫嫔妃又争宠争得厉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撒这种谎你还不害臊啊你？那怎么办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说这些，他能走吗？哎，不过徐姐姐，如果以后你再嫌他们的饮食不合胃口的话，就不怕别人看出来了。那倒是。可是这府上都是舒府的老人，该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吧？舒剑已死，你的危机就解除了，而且这府里都是下人，即使你露出什么破绽，他们也不敢对你的身份提出质疑的，放心吧。主子，整个书房已经翻了几遍了，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主子，您瞧瞧，这些文稿，新的旧的，这样混杂在一起，这说明我们来之前已经被人翻弄过了。看来这舒府的下人也被刘德昭买通了，书剑留下的文稿都已经被清理过了。主子要不要会一会以刘德昭为首的山西官员们？万万不可！主子，您要顾着自己的安危啊！我看不如等舒总兵下葬以后，咱们就赶快回京得了。就算我不会他们，他们也应该会来见见我这个钦差大臣吧。主子，各路山西官员前来吊唁，为首的有按察使大人和布政使大人，还有山西巡抚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看看，我所料不错吧？走吧，出去会会他。主子，那您可千万小心点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来。放心吧，我刚亲政不久，这帮山西的地方官员还没见过我。是。
参见丽嫔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启禀娘娘，刘大人经闻舒大人噩耗，心情十分悲痛，本想立即赶来，却因太原府所辖诸县旱情升级，大人忙于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我等前来吊唁，并来向娘娘请安，请娘娘节哀。皇上破例恩准本宫回乡葬父，此乃皇恩浩荡，本宫感恩不尽。但此事不宜声张，也不便劳烦诸位大人，还请诸位大人代本宫向刘大人致谢。刘大人与家父同僚数十载，感谢他对家父的关照。在下一定将娘娘的话如实禀报刘大人。见过钦差大人。诸位同僚免礼。龙大人奉旨前来查办舒大人遇刺一案，刘大人托下官转告龙大人，我等山西地方官员将全力协助龙大人查案，若有需要之处，敬请吩咐。那就多谢刘大人和诸位同僚了。看来咱们的一举一动果然尽在刘德昭的掌握之中。这刘德昭的架子够大的，自己不来，只派了几个心腹的手下前来吊唁。主子，这刘德昭说不定真的是去巡查灾情了。我才不信呢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主子，奴才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不是在宫里，这么小心翼翼干嘛？有话只管说。主子，我们出来所遇到的事情，虽无真凭实据，可桩桩件件都很难说跟刘德昭没有干系。这随便挑出一件就够砍他脑袋，如果全都加起来，他有100颗脑袋都不够砍呐。所以，我怕他知道了主子的真实身份，会狗急跳墙，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。主子，您要是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可千万要忍着，万事等咱们回了宫再计较啊。这山西太原是刘德昭的地盘，咱们确实得小心一点。主子，听说外头饥民在闹事，把整个府衙都包围起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功好，溜进府衙打探消息去了。这个丫头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带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好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稍安勿躁。想见刘大人可以，可是今天呀，他出去巡查了，你们围在这儿于事无补嘛。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冲进去了。对，冲进去，冲进去，后退！我不想活了是吧？后退！我看谁敢上来！给我拦住！后退！嘘！拦住！赶紧扶着我呀！我数1、2、3，开门啊！
乡亲们，你们不是要见刘大人吗？刘大人来了！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儿个天没亮，刘大人就去巡查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县，到现在呀，米水未进。大家看看，一脸菜色，啊，都饿瘦了。主子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，您都暂且忍着，省得咱们大草惊蛇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这么急着见本官，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说呀？听说皇上有令，灾区的粥棚一天要供应早中晚3次，粥量可以果腹。眼下每日食粥1次不说，粥桶里的粥清的能看见人的影子，有的人的碗里连1粒米都没有啊！就是。亲们呐，我有愧啊！我刘德昭有愧大家，愧对大家呀！难道朝廷真的没有给咱们拨付粮款吗？你看刘大人的脸色，的确像是多日不曾吃饱饭了。咱们那小皇帝一定忙着对付鳌拜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死活？乡亲们啊，我掏去心窝子说句实话，如今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受灾的不只是咱们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河北，同样是遭受了旱灾呀。想来，这当今的皇上，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呀。可是，朝廷难道就眼看着我们老百姓饿死？皇上在紫禁城里，一餐就有几十上百道菜，哪里知道我们老百姓吃糠咽土的苦处啊！哎。哪朝哪代不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诸位乡亲啊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现下朝廷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赈灾的粮款，乡亲们，再忍耐忍耐，大家再等一等。虽然本官不才，但是本官要与你们大家一起硬扛着，期盼着，等待着这个老天爷能够给我们开恩垂怜。乡亲们，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围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刘大人他一双手变不出来粮食，啊，大家呀得同甘共苦，对不对？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乡亲们，刚才我已经吩咐过周鹏了，啊，从本官的府上拿到仅有的几袋粮食。今夜给大家多设几桶粥，大家放心，我呢继续发文催促着朝廷，尽快给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，好吧？你们抬头看看啊，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乡亲们，大家都省下气力啊，都散了吧，回去歇着啊！哎，歇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哎呦！散了吧，走。
哎，文心，这刘德昭上的折子上面写的是8万6，哎，6万8千。为主子，是68600公顷。啊，对，是这个数字。那受灾人口是？受灾人口是23万4000人。对啊，我让索额图按照每人2两银子1担米的数额发放粮款，还增加了额外应对特殊情况的粮钱，一共是文银50万两，粮食30万担。文心，你的记性很好啊。啊，那日臣妾陪皇上在御书房下棋，皇上突然接到刘德昭的奏折，就随口念了出来，臣妾也就无意间记下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啊！臣妾别无所长，唯有这巧记之功，还算拿得出手。但愿能为皇上效力。这刘德昭上报的灾情数字，比我此次出巡实地考察的数字多出了1倍。我是按照他上报的数字核发了救灾钱粮，就算他们层层截留，就算他们截留一半，那剩下的钱粮也应该足够灾民们对付到下一个收获季。可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许刘德昭他们截留了不止一半呢。可我看刘德昭那一脸菜色的样子，可不是我想象中贪婪无度的样子呀。龙小弟，你上当了。主子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们悄悄潜入了他的府邸，不去当戏子，真是浪费了他的表演天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一进府，完全变了个人。快，老爷，赶紧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哎呀，热死老爷了！别站着了，赶紧给摁。哎，热坏了吧？怎么样？这些刁民都散了。散了。哼，这些刁民虽然说是刁蛮，但是也好糊弄。也亏你想得出来，用这菜汁敷面，这效果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。见老爷都一脸菜色，那些刁民自然也不好再为难老爷了，只会去埋怨朝廷赈灾不力。想老爷了吧？那是。来，让老爷香一个。哎呦，老爷，这菜汁弄我一脸。这样，我先给老爷洗洗脸啊。洗脸，洗完了脸再香香。这西瓜怎么了？可以给你冰这个。这个刘德昭，连他小老婆房间里都是冰块。哎，据听说他府里的冰窖比他整个府还要大，冬天藏的冰块够他们用整个夏天了。随后，刘德昭把按察使大人、跟布政使大人等几个亲近的官员，还有几个大粮商们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会，商议对策。大人，下官已去了书府吊唁，会过了钦差龙大人。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前来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钦差龙三来我山西太原府办案，却不来我这知府召会一声。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拿枪做事不好相处之人呐。哼，你们以后办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人家抓住咱们什么把柄。大人放心，那钦差只是针对书剑遇刺一案，那义成已经自尽，死无对证，他也奈何不了咱们呐。别的钦差呢，我多少知道点背景，多少呢能够找出点突破口来。唯独这个钦差龙三，我从未听说过。我这心里着实还有些不踏实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已发动京城的所有关系来打探这个龙大人的背景了。像这种从来没听说过的钦差，多半是寒门出身，说不定啊是从什么偏远的地方提上来的。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，其实这个时候正是如饥似渴啊！大不了咱们多多破费，把他喂饱了就是了嘛。就是啊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才能喂饱我，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价钱。他们这些人在如何对付钦差方面，显然是经验丰富的。他们对于主子的到来有所警惕，但并不十分在意。
很快就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商讨继续哄抬粮价，用赈灾的粮食再狠捞一笔，同时上旨夸大旱情，向朝廷索要更多的赈灾粮款。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则派人暗杀。对了，他的小舅子裘贵也在其中，说是圈地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杨怀村那块地，如今已经是刘家的产业了。这样，我要以钦差大臣龙三的名义去见刘德昭，让他放银放粮。主子，您切莫冲动啊！您手里那道圣旨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您来这趟就只是调查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可没说让您插手山西的政务啊。而且，刘德昭他们早就把赈灾的粮款从官仓中转移了，到时候他带着主子去空空的粮仓银库转一圈，推说那些粮款早已发放完毕了，主子又能奈何？那我就让他交出已经核发粮款的账册。哎呀，可是主子，您这手里没有圣旨，越权插手地方政务，刘德昭他根本不会买您的账，不可能交出账册来的。刘德昭要伪造账册也容易，到底有多少灾民？这些灾民姓氏名谁，家住何处？难道主子还有功夫一一去查验吗？这样，我们先想办法查出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存在什么地方。等有了银钱以后，就好逼他发放了。龙小弟，这点我跟大哥早就想好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查到地方了。真的？我早就说过，在宫里是你罩着我，出了宫可就是我罩着你啦。据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是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所以一等他们开完会，这个裘贵啊，在城外有一座庄园，庄园里面有10几座粮仓，里面全都是粮食。今年大旱，他的粮仓里面哪来那么多粮食？还不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？而且，我们在他的庄园里面还发现了一处银库，库中堆满了白花花的银两，都是5两一锭的官银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那里面的耗子都比正常的猫大，糟蹋多少粮食啊！那个刘德昭不就是一只硕鼠吗？这样，咱们带着那些灾民到那个裘贵的庄园去，让灾民看到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，我看刘德昭怎么解释。主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万万不可与刘德昭发生正面冲突啊！刘德昭敢暗杀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我就不信他还敢暗杀我这个钦差大臣龙三不成？皇上，你也知道您现在的身份只是个钦差大臣龙三啊，可是钦差大臣做事情哪有这么鲁莽的？有了事情不先和当地官府通气，反而要带着饥民去闹事，这刘德昭何须再需要借口暗杀？他直接就可以明着调兵遣将，把我们都给镇压了。到时候，他可以以钦差大臣带着灾民闹事的借口，把您押送回京城，说不定半路上他暗中派人假扮盗匪，把主子您给害了。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！是啊，主子，索大人说的对，这太原不比京城，这些地方的官也不比京官，您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。皇上，主子，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露面，只需暗中把消息泄露给灾民即可。是我一时冲动了，虽然我不宜露面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刘德昭到底是怎么应付这些灾民的。好吧，包在我身上，保准别人认不出你。
怎么样，罗小弟，还不错吧？我这个易容术啊，超级厉害的。别说那个只在舒家灵堂见过你一面的山西地方官，就算是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认不出来你。这话不假。哎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大呀，记忆就是会的比我多呀。不对，我现在是你爷爷呀。乖孙子，摸摸头。走开！一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嘴上没长毛的童子鸡。你这样怎么当我爷爷啊？喏，给你一粒变声丸，保你在12时辰之内改变声音。不过我这个变声丸很贵的，一粒丸差不多得要1两银子。什么？不是1两银子？你还当我是不知柴米油盐的笨皇帝啊？不是你告诉我，他用了什么材料？1两银子值吗？哇，龙小弟变聪明了，都骗不了你了啊！老大，你以后要想当这个仙商啊，难喽。真是个小气的皇帝。不过比起以前大手大脚的样子，我更喜欢你现在这样。真的？真的。舒服吧？舒服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舒婉欣这丫头还挺有能耐，进宫才2个月，摇身一变成了丽嫔娘娘。你这个小蹄子，怎么眼馋了？我有什么可眼馋的？咱们老爷不就是太原府的皇帝？咱们府里吃穿用度可不比那皇宫里差。你这小嘴巴巴的，还挺会说嘛。我告诉你，舒婉欣，人家肯定把这笔账算在老爷我的头上了。他肯定会让这个钦差不断的找老爷我的麻烦。那可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还像以前一样，给这个钦差大人送点礼，探探口风。还不是时候。我正在找人探查这个龙三的底细。他刚一来太原，我就上赶着给他送礼，那就会更该引起他的猜疑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还是老爷想的周到。来，香一个。大人，谁呀？舅老爷庄园那边出事了啊！出了门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个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落点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？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来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闪开，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你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着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！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。
看他怎么说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相信你们的话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？你！哼！他说我们造谣，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。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的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给我们粮食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！大侠！难道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？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。对，祸国殃民。且放。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
问心无愧的话，不妨打开粮库，让我们大伙看看。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过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两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啊，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！造反！来人呐！在！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这个就是带头的。抓起来！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请把人拿走，大人保护主子。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刚才探长来报，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主子您不利啊。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听我说啊，本府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！别听他胡说！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，这园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，谁敢强拿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杀头之罪呀！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，想借此让大家闹事，那是忤逆不当，那是要造反。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，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，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，格杀无论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姐夫，
今儿亏的是你来了，你要不来，我太闲了我。不是你说你这小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啊，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，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。不听啊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行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，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。哎，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舒婉心要为难咱们，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。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。姐夫，我哪儿成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太顺利。没想到裘贵名下的产业那么多，我好不容易才查出来，舒婉心被关的地方。本想着天黑了再把她给救出来，可是没想到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就把舒婉心给转移了，害我扑了个空。把她转到哪里去了？听说是准备送给巡抚大人尝鲜啊，现在应该在巡抚大人的府上。可是我不知道巡抚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，所以就先来找你。他们把舒婉心交给了刘德昭，难道舒婉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吗？应该没有。估计舒婉心知道刘德昭和他父亲舒建是死敌，所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如果刘德昭见到了舒婉心，会不会认出她就是舒建的女儿？应该不会。像这种官宦家的小姐，平常是不会抛头露面的，更不会让刘德昭死对头看到她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暂时还是不要露面，以免这府上的人认出你不是舒婉心从家里带到宫里的嬷嬷，惊动了康熙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就走。此人功夫很高，会不会是自己人？姑姑，师傅，这不是我们的接头暗号。婉妹，是我来救你出去。婉妹，婉妹。是这样，怎么办？我对舒婉心这个情人一无所知，如果见面可能会露馅儿。那就先别出声，静观其变。婉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我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婉妹，我知道你爹刚刚走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你不光恨刘德昭，你也一定恨我，恨我助纣为虐，没能救你爹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但是婉妹，害死你爹爹的是吴三桂，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关系。哦，师傅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他今天曾随着山西的地方官员来府上吊唁。刘大人因一直在忙着处理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了我等前来吊唁，并向娘娘请安。没想到，舒婉心的情人，居然是他爹死对头的贴身护卫。婉妹，你现在赶紧出来跟我走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婉妹，你要再不出来，就说我冒昧闯进来了。哎，你不能进来。婉心，你现在身份特殊，你我隔窗交谈，若是被人撞见，我是怕会连累你。你还是让我进屋再说话吧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，我不想见你。
谁叫你助纣为虐了？刘德昭害死了我爹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婉妹，行刺你爹的凶手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半点关系。在驿馆中下毒害死你爹的是吴三桂的手下石青红。虽然毒死我爹的是石青红，可下毒的人除了石青红，还有义成。难道这义成不是受了刘德昭的指使？婉妹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义成的确是受了刘大人的指使，但是他被诬陷勾结盗匪，还在他家里搜出了1箱银子。刘大人把他全家老小所拿入狱，还逼着他来害你爹。当时我在外面剿匪，不在府上，没来得及阻止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我。不，我不怨你。可是，虽然下毒的是这个石青红，但他也只是赶在了义成之前罢了。在我心里，刘德昭仍然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。如果你真心待我，那就帮我杀了刘德昭，替我爹报仇。婉妹，你我曾私定终身，按理说，你爹也是我爹，我为他报仇也是分内之事。刘德昭作恶多端，就算不为你爹报仇，我也应该杀了他，替天行道。可你也知道，他曾经救过我爹娘。我爹娘在临终前曾要求我保护刘德昭10年，我便立下了这10年之约。如今距约满还有1个月，那约满之后呢？你可愿替我报仇？纵然约满之后，我也不能亲手杀了他，否则我爹娘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我。但我也不会再昧着良心保护他。他造了那么多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帮我报仇，那你就快走吧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爹的仇，我自己去报。婉妹，你现在先别想着报仇。刘德昭现在一心想要收买钦差大人，但他知道你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况且有你在，钦差大人也不会跟他同流合污，所以他早已经对你起了歹心。你若继续留在这里，便不能平安的回宫去了。你是说，刘德昭派你来杀我？不错。婉妹，你逼我杀刘德昭，刘德昭逼我杀你，可我宁死也不能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婉妹，我也安排了一个隐秘所在，你马上跟我走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安全。来人！别叫！别叫！奶娘，是我。孟祥和，是你？你怎么还敢来呀？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万一被钦差大人撞见，那可如何得了啊？原来，这黑衣人竟然是丽嫔在宫外的老相好。奶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找婉心说几句话就走。你和小姐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你要是真心为小姐好，就不要再来找她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姐现在不仅是封了镇3品的丽嫔，还已经怀了龙胎了。你说什么？婉妹她已经……丽嫔怀了龙种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婉妹，你别过来！我要不要叫人来呢？丽嫔的相好居然能避开守卫潜入府中，想来武功高强，说不定我一出生就没命了。就算叫来了侍卫拿下了他，此事有关皇家体面，皇上又很宠信舒氏妇女，只怕我的下场反而不妙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爹爹的死不能原谅我，原来你早就背弃了我们的誓言。你邀得皇帝恩宠，
现在居然还有了身孕。哎呀，你还是听奶娘的话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婉妹，你变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宁死都不做皇帝的女人。你说你会千方百计逃回来找我。是我无能，我无力阻止你爹把你送进宫，我更无法进皇宫里把你救出来。但我一直记着咱们的山盟海誓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我怕哪天你轻生了，我也不会再苟活在这个世上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孟哥哥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趁没有人发现我们，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。我不怕被别人发现，如果真发现我被认了行刺嫔妃的罪名，然后我供出刘德昭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我与刘德昭一起上刑场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你何苦如此啊？你快走吧，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。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你是不是怕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失去皇帝对你的宠爱？你现在贵为娘娘，安享富贵荣华。婉妹，我不相信你会因为这些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你不要！你喜欢那种囚鸟一般的生活吗？婉妹，跟我走，我早就找好了一个隐居的好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婉妹。哎，你不要逼我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婉妹，我没有逼你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走，你再留在这儿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你爹爹已经不在了，你娘家没了人，你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谁还能为你撑腰？就算我保护你逃过了刘德昭的暗杀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等你回到宫里，你斗得过后宫那些狠毒的女人吗？我不要你管。婉妹，你跟我走。你居然会武功！刘德昭这个狗官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办了他。哎呦，主子，您小声点儿，小心这书府里也有刘德昭的耳目啊。也难怪主子生气，这个刘德昭信口雌黄，软硬兼施，完全把老百姓视为蝼蚁。他也没把我和朝廷放在眼里。山高皇帝远吗？主子，你把刘德昭手下甩开了没有？还没进城就已经甩开了。不过我打探到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只怕你听了会更生气。什么情况？进屋再说。主子，主子，丽嫔呢？可还安好？丽嫔娘娘已经安歇了。请。你不是婉妹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把婉妹怎么样了？好身手！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居然有这样的功夫。你到底是谁？婉妹到底在哪儿？她没事。师傅，手下留情，走开！他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，留不得活口。师傅，此人与我们无冤无仇，又是个重信义又痴情的好男儿，饶他一命吧。糊涂！如果放他走，你我的身份会暴露的。不会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跟他好好谈一谈，我能说服他。臣听灾民说，他们本来也有一些在外地做粮食生意的亲朋故友，想要运一些大米进山西，
平价出售，以帮着缓解灾情。不料，几处运粮的主要通道，包括水路漕运和官道，都被刘德昭借口剿匪给封锁了。凡是运粮进山西的，都要征收高额的税费和通行费。听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，不仅是本地最大的粮商，还是山西商会的会长。我觉得一定是他们把持了整个粮食市场，不让外地粮食进入，好大发国难财。不杀这个刘德昭，天理不容！主子息怒。主子，您暂且息怒啊。奴才看着刘德昭的行事风格，那是先软后硬，能骗就骗，骗不了，他可就打算霸王硬上弓了。刘德昭现在掌握着山西1万地方兵的军权，我怕他知道了一切丑行全部落在主子的眼里边，他会狗急跳墙，到时候对主子不利啊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只能等到回宫之后才办的，我忍得了。再免怎么当？当然不能忍了，再等1天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干脆把他们私吞的赈灾粮款全都结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你要打劫官银官粮？世叔姑娘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。是啊，这明显听着世叔姑娘就是在开玩笑啊。且不说这打劫官仓，那是诛灭9族的大罪。就凭我们这些人手，那叫虎口夺食，那不是去送死吗？哎呀，咱们这么点人，怎么就不能虎口夺食了？这以前啊，我跟我哥哥，我们2个经常什么？经常打劫官银官粮？没有，我吹牛的，吹牛而已。你真的只是吹牛而已，没有做过那些违法乱纪的勾当。我也不能骗你，但是我们2个是看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，偶尔会想教训他们，所以顺便开点油，顺点东西。哎，但都是小打小闹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。主子，您千万别听易欢瞎说。我们之前行走江湖时，难免做过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勾当，但都是迫不得已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。孬小弟，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呀？你这样看得我心里都发毛了。教训得好！我要是你哥哥，要是有你哥哥这么高的本事，遇到了刘德昭这种狗官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不过龙小弟，这事儿你真要追究责任，还不是因为你没管好你底下的官，让他们喝老百姓的血，吃老百姓的肉，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。欢妹，就算这不是在宫里，当着主子的面，说话也不能口无遮拦。叶欢说的对，官逼民反，都是朝廷的罪过。是我的罪过。孟大哥，先喝点水。你放心，舒婉欣没有死。我叫雪倾城，是舒婉欣的好姐妹。因为她要回太原找你，所以我才找名医易容成她的样子，顶替她入宫。这是她给我的信物，你应该认识的。那婉妹现在在哪？既然你是刘德昭的护卫，那你应该认识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吧？裘贵前几天在淮阳村强抢了一个民女，你可知晓？刘大人和他那些亲友们所干的那些勾当，我既无力阻止，就索性装聋作哑，从不过问。那你可就险些犯下大错了。他强抢的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舒婉欣。本来我是想救她出来的，
可是没有想到裘贵把他送进了太原城，说是给刘德昭尝尝鲜。哎，莫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惊动了府上的人。刚刚我跟师傅正在商量如何去救舒婉欣，正巧你就来。孟大哥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我还听裘贵在那儿说，又物色到一个绝色美女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要献给刘德昭尝鲜。刘德昭说他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暂时没有心思。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是婉薇，这帮禽兽！既然刘德昭这帮人都是禽兽，孟大哥为何还要拒于一己之私，替他卖命呢？守信义固然重要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这可就是助纣为虐了。虽然我不是舒婉欣，可我相信，我今晚说的话，也会是他想对你说的话。孟某受教了，二位容我再想想。敢问二位，究竟是何身份？为何要顶替婉欣进宫呢？这个我们就无可奉告了。总之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我们杀了你；2，与我们共同合作，救回舒婉欣。然后你带着她远走高飞，从此与我们再无瓜葛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都与你毫无相干。索图，在。离山西最近的8旗亲军在哪儿？主子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忍，但救灾之事不能等。我要尽快办了刘德昭，赈济灾民。主子，在咱们出京之时，太皇太后曾经悄悄地吩咐过奴才，说若路途当中遇到什么意外，可以去山西和直隶交界处去调御八赞统领的一队清军。这队清军驻有3万人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兵士也全是咱们8旗子弟。好，那你带上我的金牌，带上几个侍卫，天一亮就出发。我留在这儿继续和刘德昭周旋，待御八赞亲军一到，我就把刘德昭就地正法。可是皇上，怎么了？奴才此去调兵最快也得10日。出门的时候，太皇太后一再交代，让奴才寸步不离地保护主子。若你不亲自去，就算有我的令牌，也难以调动御八赞的亲军。哎呀，可是皇上，奴才这一走，您身边就只剩下几个侍卫了。万一和刘德昭冲突起来，我怕他们保护不了您的周全呢。怕什么呀？不是还有我跟我哥哥吗？我跟我哥哥可以保护。主子的安危大事，其实我们能担当得起的。还是听索大人安排吧。索图也得听我的安排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去调兵，我身边还有奕欢和李太医呢。那就有劳奕欢姑娘还有李太医了。放心吧，奴才明日就出发。多谢二位不杀之恩，告辞。哎，等一下。